拈香祈福，踏进寺庙，香客信徒朝着伯公神像诚心膜拜。一般民间所信仰的土地公，客家人尊称伯公，指的是亲近又受尊敬的长辈。神明有所保佑，心灵有所寄托，就可以很安心来拓展自己的事业。农历2月2号是伯公诞辰，也是客家庄重大的宗教活动。热闹的祭祀、唱戏，维系着族群情感。农历的2月初2，竟然有一次，我们连做7天的戏，是客家戏。八公八婆，莫吃鸡，莫吃鹅，吃只鸭儿抢皮婆，猪牛了抢羊头。客家童谣轻快节奏，意思是鸭子瘦得像蝙蝠，猪肉薄得像杨桃片。虽然收成不好，但仍虔诚祈求伯公伯婆继续庇佑。大家围坐一块儿，说说唱唱，散发知足的快乐。信仰伯公能凝聚多大力量，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。通化街伯公庙的特色是庙中庙，也就是盖新庙的时候，并没有将旧的小庙拆除，仍旧保留，直接盖上了新的大庙，而形成了庙中庙。而3尊伯公端坐，两边对联，更是呈现着伯公所引领的智慧之道。平安是福，惠我无疆。这等于土地公给我非常宽广、无限的平安是福。弯腰跪拜，把对伯公虔诚的心紧紧联系在一块儿。香火鼎盛，展现浓厚人情味。这土地公就是伫咱家，就是顾咱这种的，所以讲顾咱这种的百姓拢会平安啦。展现客家直朴性格，来到2楼，墙壁上精致的雕刻，卧冰求鲤，人物脸部表情栩栩如生，说的是24孝的故事。冬天先在草席上面睡暖了，才让父母亲睡在上面，就善习温求。教化人心，富含着教育意义。朴实而庄重的庙宇，随着新旧文化并蓄，伯公所凝聚的力量也会继续守护下去。燕尾式的屋脊传递最质朴的许愿，延伸最虔诚的敬畏。伯公的守护，客家子弟铭记感恩。热闹的阵头，舞出我的感动时刻。